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位起立，伫遮甲你的边仔讲，上帝稳定教育你，上帝的恩典够你用。来，手接我来。各位来，当先纪念我的心，我要学了主，亲像早时代美好。当先纪念我的心，我要学了主，亲像早时代美好。学了主。感谢甲咱承认咱的亏欠，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主啊，我要伫万百事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你的信实到强冲。我将你的言语藏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咱要开声来学乐来感谢，开口感谢过去的一礼拜，上帝安怎引带保护看顾咱。伫新的一礼拜，咱献上感谢学乐，也承认咱的软弱甲亏欠，由主来束缚，来赦免。咱开声来祈祷，开口同声来祷告。我学乐感谢你，因为你稳定教育欢迎。过去一礼拜，主你的同在，你的保守看顾，伫今仔日，阮作为学乐来敬拜，愿主你来说，也洗礼遮兄弟，愿主你来说因，可以通伫遮知影你是万王万主的主，你是死无通国我的主，愿主你来说。主比恁的，阮的天父，阮的上帝，阮的人生的道路拢有你的时，你的期在安排，你的道路关过阮的道路。你的意念关过阮的意念，微微测度。愿主你来帮助阮了解你的心意，会通行伫主你的命定的中间。赐阮，互阮伫软弱中间有主你的热堪甲赦免。阮软弱时靠主，啥时软弱，啥时就得到勇壮。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得圣名。阿门。请坐。咱要为着清楚。咱要为着这个国家、这个城市来祈祷，用主的话做来宣告讲：恁众百姓啊，恁拢着搭手，要用得胜的声大声学乐上帝，因为要我赐权的、通行的，伊是大君王，管理全地。咱要做为着咱的国家、城市来祈祷哦。咱拢注意美国总统的大选的结果嘛看是川普对还是拜登总是咱知影讲总统有召开这个国安会议
讲阮拢无野包堆一个，阮拢无缀堆一个吼，因为缀一个，你若万一死去吼，咱对咱不利嘛吼。互咱知影讲，毋是我靠人的关系，毋是我靠车，我靠马，是我靠万军的耶和华上帝的神才会通承受万事啦吼。所以咱为着啥？咱的即种掌权的来祈祷来祝福。圣经讲，咱若有安尼祈祷，咱哪会通平安过日啦吼。所以你要平安过日无？若袂，你就爱为着国家，为着即种掌权的，互有智慧，讲每一句话，每一句话拢真要紧吼。为着对方来祈祷，互伊莫安尼一讲讲，拢想要甲咱拍吼，拢是要甲咱侵占安尼吼。咱开声来祈祷，为着这个国家城市来祝福。祝福人民台湾，台湾是你所听所创造的，你所救赎的。愿用你的名伫遮祝福台湾，会通脱离这凶恶的关系对敌的手头。阮知影。我靠车，我靠马，我靠任何关系拢无负责。我靠上帝，你才会通互阮伫危机的中间得到平安。愿主你来赐福，在阮的国家度过这困境，来通行伫自由民主的道路。愿主你来赐福。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台湾是你所听所创造的，这百姓嘛是你所要拯救的。虽然有侪这个人也未信主，总是阮有一群敬畏主的这个你的百姓，会举手为着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来恳求来祈祷，求你捆绑这一切凶恶的关系离开，互阮所徛起的土地台湾会通有平安，无我靠任何势力财力，我靠上帝神才会通互阮平安过日。愿主你来祝福。祈祷恳求，搁要所性命，阿免。咱也要为着咱心灵的需要来祈祷，做伙来读上帝话。伊人求救，耶和华听去，就救因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我群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咱为着心灵然后需要，咱伫感情、婚姻。也是你要得到上帝所授予的产业，咱疫情会影响咱的工作甲事业。我靠主的人，伊互伊行通，咱也恳求上帝授予互这个囝儿4岁青年，因敬畏上帝，会通得到上天的智慧。人甲人的徛起，翁仔某的关系，咱的下司，咱甲朋友的关系，咱恳求上帝来祝福。如果你若伫即几方面有需要的，你会通徛起来，伫遮同工会为着你伫遮来祝福来祈祷，若有需要你会通徛起来，咱做伙来恳求来感谢。哈利路亚，主愿用你的名来到这个新的国度上，恳求你赐阮祝福，伫遮需要伤心的人、软弱的人、你兄的主，你来医治，你来帮助，为咱今日主你医治安慰。用业，许落的你扶持帮助因，阮相信软弱，相信人靠主来坚强。愿主你来受祝福，而且兄弟姊妹为了需要会通得到主你的供应，你的扶持。哈利路亚，感谢你。特别阮的上帝，感谢你，你是听人祈祷，知影阮的苦境。软弱聆听，知影阮的需要的上帝，阮奉你名来捆绑一切搅扰阮，互阮离开上帝你恩典的这个困难，帮助阮会通伫遮随时来亲近你，软弱的时你扶持，欠缺的你供应，悲痛的你来医治，伤心的你来安慰，愿主你来祝福。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咱最后，咱也要为着来主日的礼拜伫遮来守望，伫遮来祈祷，咱用上帝话做伙来宣告讲：我要按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都落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话最大，赢过你所有的名，我。
我，保护我，互我的心归来。咱做伙为着主日的礼拜，咱甲上帝中间有好的关系建立。咱也求主来祝福，今仔日咱有一位的坚信的5名的成人洗礼还有一名因为一寡因素无法度伫遮顺利来洗礼。咱恳求上帝怜悯有伊的时有伊的期咱为着这礼拜本水保卫小组定期会甲白领受小组修正团的训练拜六的礼拜的圣礼典，咱来祈祷。咱有偌久无参加小组，教会透过小组伫遮来牧养，来帮助咱，互咱的心灵得到坚固。愿上帝来祝福咱小组会通伫遮不断的成长，互人因为安尼伫遮来得到牧养。咱做伙伫遮开声来感谢，来祈祷。感谢主的恩典，你是在阮心思意念，你的道路关过阮的道路的，你指引一条丰富永活的道路，互敬畏你的人。但愿主你来赐福帮助阮，互阮会通做伙伫遮学乐敬拜时，你的宝座就设立，显示你的慈爱甲怜悯，互阮用信心来领受你所要享受的恩典。因为你愿意将一切属灵的福气甲逐样的好物，要享受敬畏你的人，愿主你来祝福。阮也要做伙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讲：阮在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救阮脱离迄个歹，因国、权力、荣光，拢是所大无尽。阿门。感谢伊，愿时光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也伫即晚上，咱用咱的心神，三个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305首。
上帝，我要感谢落你，你是创造天地地的主，你也是疼痛的主。感谢你救赎我，成做你的囝儿，互我伫软弱、沉沦、烦恼、惊吓、病痛、灾难、犯罪时阵，拢经历你的管理。现在希望搁一摆来到主圣殿的时，我要恳求你来赦免我一切的罪过。阮相信，只要阮倚靠你，最后所基督的保护甲救赎，会成做阮的帮衬，兑现阮一切的不义。我要感谢你的恩典，现在希望欢喜看见伊所拣选的囝儿，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因的信仰，正因为主你是因一生的救主甲倚靠。相信通过圣神换手伫因的身上，因早起的洗礼要成做因一生恩典的记号。因早起我若要通过圣礼典来领受伊的恩典，主要所以身躯由阮拍破，拯救阮的性命，就是对天来的真鼎。主要所以保护流出由阮牺牲，就成做活命的水泉，互阮得到永远活。求你来帮助阮，互阮搁一摆通过圣礼典来写念主要所为阮牺牲、受苦、受鞭拍、受定伫十字架顶的恩典，也通过今早起甲主同齐祷，搁一摆来决志合实主的款式，一生来跟对你。这是阮当心来到伫上帝面前，要来领受伊的话语甲恩典。求你差遣圣神来到伫阮的中间，充满伫阮的会中，也充满伫每一人的心中，用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内，成做阮的帮衬，互阮领受圣神的恩典，好胆面对人生的试炼，赢过世间的征战。愿主圣神保守阮，用感恩来查听，用扶持来仰望，用喜乐来信靠。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经文第34就是对诗篇146篇来的，请咱三甲来起应，要称赞上主。信心啊，要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唔通我靠君王。当我靠的世人，因为当帮赞。因一个断开就归土。靠马步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望。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永远信实。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亲恩。要会。上主讨饱受怪感的人。上主扶持王的。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疼惜义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以扶持孤儿寡妇。伊互歹人会路行袂苦。上主为永远做王。惜安那，你的上帝为代代做王。要称赞上主。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伊所要念的诗是《所行下主之意》。
甲来领受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新约使徒行传第22章，咱要对第30节看到23章的11节。新约使徒行传22章30节到23章11节。有啊，本的圣经伫198面，第一汉字本的圣经伫163面。使徒行传22章对30节开始。咱参加来领受。过日爱知保罗互犹太人告的事情，就甲伊偷开命令车的这石头甲全王会组织，就带保罗落来，互伊徛伫因的面前。保罗主谋看公会讲，兄弟啊，我平素做人向上帝凡事存良心，到今仔日，这石头安那尼亚命令身边伫徛的人拍伊的喙。保罗就对伊讲：准备的像啊，上帝要拍你，你坐地照律法审判我，竟然违逆律法，命令拍我嘛？身边伫徛的人讲：上帝这石头，你骂我嘛？保罗讲：兄弟啊，我毋捌伊是这石头，因为圣经有记载，无伫骂你的百姓的时代。若是保罗知因一边是撒都该人，一边是法利赛人。就伫公会中叫讲，兄弟啊，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囝，一定受审判，就是因为世人国外的愿望。王安尼，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三争，众人就分平。因为撒都该人讲无国外，也无天使，也无神。若是法利赛人就认两项拢有，就有大宣扬。法利赛迄边的经学士几若个起来争辩讲。阮看即人拢无歹，若要是有神，还是天使甲伊讲话呢？彼时拄大三星，千总听了，保罗互因拆离，命令平顶落去，对因中间抢出，带伊入营盘。迄暝，主徛伫保罗的身边，讲：动你的心，你捌伫耶路撒冷为我做干净，也的确安尼做干净伫罗马。以上，是咱要请本人刘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心神相通。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啊，你知影阮的心思意念，也常常有这个线路，互阮会通甲你连结，帮助阮会通对你来领受属天的智慧，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照你的真理安尼行，互阮。伫你的真理得到自由，也得到你所要束缚。祈祷感谢，靠耶稣叫圣名，阿门。因为这大家平安。咱今日透过这段经文，要帮助咱安怎甲这位上帝心神会当相通。伫圣神的相通内底，才会当互咱甲这位上帝会通认捌，会通伫遮相活。有一个犹太帮我按一下，一个犹太的犹太人，即个生意人吼，爱寒一地钱吼，爱咧做生意，伫遮行，突然有一个后面的即个歹徒，伫遮用枪架拄伫伊的额头，讲来将钱交出来，伊就讲。拜托啊，你莫伤害我，我遮有一寡钱吼，总是这毋是我的钱，这阮老板的吼，阮头家安尼啦吼。无安尼啦，你对我的帽仔吼，甲开2000，开2000，来扁，互我转去较好交代安尼吼。真正迄歹徒就对伊的帽仔甲扁2000安尼吼。过来伊想想，无吼，你搁对我的衫裤遮吼，搁甲扁2000好无？安尼看起来较真，好无？无等于我的头家讲我是家己自导自演安尼真正迄个歹徒就搁甲扁2000，扁安尼即个犹太人就想想，无安尼啦你搁对我的裤骹搁甲扁2000安尼啦即个歹徒就足烦的咧，你是有够烦足无胆就要对伊裤骹甲扁2000要扁安那会无啊？安怎？无称旨啊啦所以即个犹太人就安怎，骹底抹火油安怎，酸啦硫酸啦
哇，即个就是咧咱讲，伫咱面对着困境的时阵，要拄着危险的时阵，咱是要哪去面对？有迄个伫真赶紧的中间有迄个智慧也无吼。其实保罗伊面对着遮个伫后礼拜老牧师会甲咱分享你若继续甲经文看落去，有40个人就抓40个人，40个人立誓就抓讲若无互死阮无食无啉啦，安尼足严重的，对无？一定就是要互保罗互伊无命。所以面对着即款的困境面对这样的困境，保罗要安怎脱出伊遮的困难其实咱需要认捌伫咱的灵魂的顶面嘛是需要上帝安怎帮助咱，互咱知影伊是帮助咱出死入生的上帝。所以今仔日咱有即个洗礼伫遮有一位的虔信礼，5位的圣灵洗礼因伫遮家己领受即个感动，然后要认捌耶稣，接受耶稣成做生命的救主第二，伫迄个真危急困境的中间，你是毋是会当有对倒来即款的勇气，也是即款的智慧来帮助你脱出即款的危险？所以即马真流行互联网互相联络的即个网络对无？所以有当时做礼拜就安怎？叮咚叮咚叮咚迄就有人咧干怎？甲你来啦半暝也来透早也来逐工拢安怎？拢安叮咚叫所以我拢会甲迄个来的即个声音甲关掉安尼所以有当时咱看人甲人中间需要有互相的联络即马科技真发达即马5G 嘛出来所以有真侪遮个科技通帮助咱联络。总是遮个科技无法度帮助咱甲只有上帝安怎有好的即联络，只会通透过啥物？透过主的圣神来帮助咱看上帝话神会通明白伊的教示。了后，咱透过祈祷会通伫遮甲主上帝连结。所以祈祷上帝会听袂？讲你若诚心的祈祷，上帝的确会听合主心意的祈祷，伊要伫遮来祝福。所以敬畏伊的人，你会通甲上帝有好的互联网袂？这互联网就讲有来有去啦。所以保罗伊伫伊的生命中间，伊伫拄着困境，甚至有遮40人就抓讲都死啦若无要食，无要啉，即款的困境中间，你知影剩半死的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今仔日的经文就是即个前总，咱知影讲，当顶回有甲大家分享了，即个保罗伊献伊的底牌安怎？我就是啥物人？罗马人。迄个前总听者，我着爱开钱去买着即个身份的，买着即个公民。你出世，你出生就是罗马人，你出世就是罗马人所以总要惊一条。无审判，你着要甲推，要甲消嘛。所以即回咱看今仔日所看的经文，就是即位千夫长千总伊来甲双方拢救落来。来我要听看卖到底是你有做也无做所以今仔日咱看即段的经文是千总，伊搁一遍调集遮个公会大祭司，还佫有遮个有其中有撒都该人，佫有法利赛人，伫遮要安怎？要来了解讲，到底保罗是受冤屈、受冤屈，也是真实伊犯罪。所以伫遮咱看讲，保罗伊家己伫遐，毋是干那伫家己自我辩护、自我辩护，佫有安怎？伊伫遐好亲像伫为着主来做见证。所以讲，我也是凭着良心伫上帝面头前来行来做。哇，讲即句的时阵。意思其实有相关的语气意思就是讲，今仔日我是照良心伫遮来做，总是恁遮的无良心的今仔日伊知影讲徛伫公会面头前即个审判是无公义的。因早就想要互死，早就想要甲定罪啦所以伫遮咱看讲，保罗伊讲，我凭良心来做代志，若恁呢所以大祭司。听了
就作受气的，你知吼？啊，即个时阵保罗嘛感觉讲，我受冤屈，我照良心来做代志，啊，恁竟然用无公义、不公平的审判无公义的审判要来对待我，伊知影有即个结果，所以伊感觉真失志，所以就讲啊，恁凭就是大祭司听了就感觉，叫边仔人敢若扇喙皮所以保罗讲，你凭啥物拍人？你知影扇喙皮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侮辱，然后你甲扇喙皮表示讲你打击着上帝的荣耀，这是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真严重的一个侮辱。所以伫遮咱看讲因为这大祭司听了保罗伊咧讲的语言，伊感觉你毋着讲我无良心的所以伫遮见笑安怎？当上去，所以就吩咐下骹手人伫遐甲扇喙皮所以这伫因来讲是一个违反着因的律法。为什物？你无审判，你着先加刑罚，先加扇喙皮侮辱伊佫侮辱着上帝的荣耀。所以伫遮咱看保罗伊就起来本来是真温和，伫遐自我的辩护。所以有当时咱嘛会起性对无？你甲扇，你甲对待无好的对待，所以保罗着安怎？伊嘛无咧输，无咧软的，用你这擦甲白白的墙。若耶稣捌用遮个话骂啥物人？骂法利赛人。伊讲恁外口看起来若像粉白木，内底其实是安怎？后死人骨头。为啥物擦粉白木？就是惊讲因的律法律法讲因若去摸着即个尸体，因去摸着会感无清气，无清气，就要照礼数、照礼仪伫遐献祭家己清气家己安尼所以伫遮，所以因就会抹像遮粉末就会甲擦落白白。所以保罗嘛好亲像照耶稣讲恁遮擦甲白白的树，其实内底是安怎？后死人骨头恁拢无照真理伫遮会行，所以上帝要拍恁恁就知死所以伫主后66年以后这大祭司后来有互奋锐党的人甲杀死安尼所以这是后壁的结果。总是头前咱看，保罗就生气起来，讲恁无照真理，无照律法来行未审判，你就命令安尼甲拍，所以伊起毛歹安尼所以伫遮咱感觉真愤怒真生气你是凭啥物？所以有当时咱会面对即个无公平的时阵，咱是应该亲像保罗安尼生气，也是咱会通亲像耶稣点点无出声，互上帝家己出手第四种，你凭啥物来好胆面对你所面对的遮个代志保罗因讲兄弟我毋知影伊是大祭司啦圣经有记载讲，毋通侮辱伫你人民的中间所以伫遮安怎？保罗伫遐有两种的解说一种是讲保罗目睭有问题，有眼疾伊目睭有病所以目睭灰灰安怎？符当做菜瓜啦所以毋捌大祭司，这是另外一个讲法。另外其实讲伊知影。总是伊要用另外一个较口说讽刺较口说讲其实你是无照即款的真理我为着我家己辩护，为着我家己的方法来咧辩护。我若感觉有你是大祭司，所以我违反着这我甲你会失礼。总是伊是有理气的啦所以伫遮咱讲保罗今仔日面对遮的一寡困境。其实伫咱信仰的中间，咱会面对一寡遮困境。今仔日咱嘛有本来有一位要洗礼总是无法度洗礼，就是伊面对着家己的即款的信仰的困境这嘛是保罗要提醒咱，伫咱面对困境的中间的时阵，咱要安怎勇敢面对，也是有智慧要讲啥物款的遮个话来化解遮个所来的挑战甲困境。今仔咱会想讲，透过保罗伊伫遮所讲的，咱家己本身真实会拄着要讲啥物款的话要有啥物款的动作。当你好亲像互拍的时阵，你要安怎伫遮来面对甲回应
所以会通好胆无惊吓马吼。所以伫遮咱看讲，伫迄个绝望的中间，好像咱属灵的性命共款。当咱毋知要怎行落去的时阵，耶稣为着咱伫遮来付上代价来帮助咱吼。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因为咱无法度靠遮精死嘛，所以有遮的要洗咧，我伫面谈吼。面谈的时阵，就拢会甲因伫遮来讲，然后我拢会问一个问题啦，就是讲，恁有相信耶稣是国外主啊无？恁有相信啊？恁若无相信耶稣是国外主，那呢我袂甲恁说咧，为虾米？无意义啦，无意义。但是咱会当对圣经内底对一位，从哪里看到有遮个证据，会通伫遮来做见证，讲耶稣真正有国外。对12个使徒，嘛特别玛利亚。对哥林多前书15章内底嘛有讲起，至少500外个500外个以上的查甫人遮个兄弟，因有看见其中有一大半个人抑佫活着。当保罗受圣神的感动，伫写遮个书信的时阵，你看其中有真大部分的人看见耶稣，蒙过耶稣的遮个人，伊佫经历着。也佫有真侪人是活着，所以通诚做活的见证哦。所以今仔日咱无法度佫亲像旧约过去安尼，也是亲像即马现在即个民间信仰，也佫借着精神伫遮内底献祭，来要赎回咱的罪哦。亲像猪公甲甘讲，你着甘愿替我牺牲安尼。耶稣讲我愿意，我愿意。活成做上帝羊羔，要除去世间人的罪，这是互人因为你甲上帝连线，知影讲上帝将即款的真理赏赐你我，有即款的救恩。讲你毋免搁再靠着啥，毋免搁再靠着遮精神伫遮来用献祭祭拜。所以咱看到伫新约，耶稣就诚做上帝所要赏赐人的羊羔，伫遮来献祭，今仔日洗礼归入主的名。所以，互咱甲上帝连线的时阵，咱就知影有即款的方法，救恩耶稣替咱来牺牲哦。所以替咱来牺牲了，你要安怎回应？做功德吗？做好事吗？才会通得到吗？毋是啊，是用啥？用你的信心。所以念伊，遮个要洗礼人，牧师就问你要信上帝做天父，你要信上帝做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卫师、保惠师啊无？当你讲有，当你咧宣告，你的喙是有权柄的哦。当你宣告讲有的时阵，你甲主上帝连线，互顶头圣神的感动，证明你讲你是啥？你是上帝宝贝囝、宝贝查某囝，是因为啥物？因为你的信心。所以当咱甲人有即个线路的连接、互联网。互相有来有去，表示咱无看到这个网络，总是为什么会通啦？今仔上帝嘛透过这个祈祷，上帝话来感动咱，特别透过祈祷默想，互咱甲上帝有一个互相联络的网络。所以当你恳求祈祷心思啥人知，讲互天父上帝知，然后安怎？靠主耶稣的名，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真要紧的一个安怎锁匙啦。靠耶稣的名，今仔日咱伫耶稣基督内底受救赎，也咪要守圣餐，讲这是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这是耶稣所流的血为着咱流的。所以咱若特别领受的时阵，用信心来领受，即款的快乐、救恩、医治、帮助，就要进入到咱的生命。所以这是咱甲上帝互相联络的时阵，咱看伊保罗伊常常保持安尼，就互伊看到啥物？哇！伫迄个困境检在伫遮个人咧咒诅讲要死，互死。有当时咱会错甲安怎？惊去、戆去。但是即个时阵，伊甲上帝有好的一个连接的时阵，保罗就看见伫下面像即边吼。撒都该人，即边法利赛人好，真啊，安尼了解啊，知影讲我念伊要讲啥物话啦吼。所以伊本身是啥物人？罗马人以外，伊嘛是伫法利赛门派内底受着真严格的训练呢。所以你也看，
伊有即个无共款的身份啊，进前已经显摆讲我是罗马人，总是即马咧，伊看讲即两个族群吼，对信仰的理念安怎无相共。撒都该人因认为有果仔无？因无相信有果仔，因无相信有天使，因无相信有遮个灵魂鬼魂。但是法利赛人安怎？有相信无？有相信果仔，有相信遮个天使甲鬼魂的代志。所以你看，保罗互圣神来感动的时，伊就看讲，相通啊，讲念伊你要安怎讲啊？来，第二讲，伊就讲啥？啊，我本身吼，我有对死果仔有迄个毋茫，因为我是属啥法利赛的即个门派哦。所以你看，因为安尼一句话若定，就引起啥物？本来焦点伫个心上，服侍总是安怎？即边起来讲，即个看起来法利赛人甲讲啥？即个看起来也毋是歹人啊，对无？都开始替伊讲话，你知？所以有当时咱的关系呐，哇，阮去佚佗伫垦丁拄着一个志工，你拄倒来？阮桃园来吼，阮嘛住桃园嘞，住对，迄个亲戚国小、国中遐吼，你看迄个关系一个就安怎？就好起来啦吼。所以保罗讲，我嘛是法利赛人，哇，这法利赛就安怎？这家己人啦吼，家己人啦，所以就有人就安怎？有好关系就起来替伊讲话啊。所以拄仔你看圣经内底，咱看，你有看到无？有看到讲，遮个门派无共款的信仰理念，所以保罗伊有看到，然后伊就引用上帝安怎感动伊，互伊知影要讲啥物款的话。兄弟姊妹，有当时遐伫危急的中间，咱怎袂晓讲去？但是保罗因为上帝的感动，伫遮来帮助伊，所以讲我是法利赛的人的囝吼。然后我受审问，是因为安怎？我有相信耶稣死人果仔的代志啊。所以只有讲到啥？讲到遮个法利赛人因的立场、因的心声。所以毋但有遮个人起来伫遐赞声，然后伊就徛关山安怎？看马受趁吼。所以第两个开始咯，都无果仔的代志，法利赛人就起来有啦吼。所以你看，两个就互相伫遐争执，哇！一句话就互伊安怎全身而退？一句话互伊通抽身一定伫遐互两个阵营伫遐咧对呛咧争论。最后一个，咱看讲，保罗伊甲主上帝有好诶关系，伊常常会去听去上帝对伊讲，主对伊讲，对无？伊爱往东往西，圣神也讲袂使，耶稣神也讲袂使诶时阵，伊就安怎？伊就点。当伊要去到耶路撒冷，圣神有引准，总是别人讲毋通啦，去稳死啦。总是伊听主上帝话，听圣神的话，伊伫遐虽然有拄着遮困境，但是呢，关难过安怎？关过。顶回迄一关，上帝互伊有智慧出手，我是罗马人，所以前总行一条，然后安怎保护伊入去伫迄个军营。然后咱看搁一遍，前总要调查即个事实。然后嘛有法利赛人甲伊赞声咧，法利赛人就为他讲话，为伊讲话。所以伫遮咱有看见啥物？上帝互伊有智慧，伫遮讲每一句的话，就会通化解迄款的伊所拄着的困难。虽然迄40个就是伫边仔虽然有遮个军兵伫遐来甲介护，嘛有40个伫遐找空、找芳、找时机要伫遮来甲害伊的性命。所以伫暗时伫迄暝，主就伫伊伫甲上帝沟通的中间，对伊讲，放心，你勇敢毋免惊你伫耶路撒冷伫遮为我做见证，你嘛要安怎？伫倒罗马为着我来做见证，你知影即句话在讲啥无？即句话在讲啥？即句话咧讲，即马所面对难关，伊会经过袂？伊会经过，无要安怎去罗马
为着主来做见证。所以，当时咱来看圣经，求上帝来感动咱，互咱会通安怎看到了解、讲到甲听到。即句话其实就是上帝咧保护伊，然后咱有看到千壮就搁吩咐遮个军兵，甲伊带入营去。上帝透过这公权力公权力，而且来保护，使用遮个资源，互咱认捌到这位上帝是调动万有的上帝。伊会通调动遮个万项有诶资源，为着你我伫遮来效力。我相信今仔有侪侪遮要洗礼，因家己伫生命中间嘛有遮个见证。咱娃娃就是咱佩轩吼，伊有分享，伊念伊嘛要洗礼，伊有分享，伊伫祈祷诶中间，上帝啊，即台学倒摆吼20几年啊，要20年啊咯，差不多啊啦吼，差不多啊吼，所以伫遮伊就祈祷吼，上帝知影伊诶需要，拄啊中秋迄中了上名迄个暗会啦拄啊咱诶市长郑文灿去抽奖人互伊一张迄个摸彩券，就写落落去市长咧抽诶时阵来，林佩轩叫一声伊个无看到人安尼总是到尾大话讲抽到一台电动摩托车啦甲伊拍鼓咧说哇，迄嘛几啊万箍，你知影？上帝有听伊祈祷呢，所以伫问道理的时嘛咧分享伫我咧面谈时有咧甲我讲即件代志上帝知影你我的需要伊会供应，总是有伊的时、伊的期，伫你上需要的时阵，伫讲需要上帝就帮助你。今仔咱透过即段圣经，心心要甲上帝相通。第一，你要有相信，你要有信心信心是帮助咱，互咱认捌讲，哇，即位上帝是赏赐、医治、平安、安慰、扶持，甲引带你头前道路即位上帝虽然有一位今仔无法度说，总是我伫祈祷内底，我感觉上帝有伊家己的时，伊家己的期有奇妙作为要伫因的中间来发生第二就是。咱要安怎成做上帝伊荣耀的见证，伊国外见证。今仔咱看圣经，是因为这12个使徒，有这马大粒的玛利亚，也是遐玛利亚们，佫有咧，佫有这500外个这个见证者，因伫见证这位上帝，这位耶稣是国外。今仔咱透过看圣经，所以为啥物看圣经？就知影讲，对圣经内底诚做上帝，诚的话诚做咱的气力、帮助，甲咱的勇气。所以，遮个人因伫当时嘛有拄着遮个困境，保罗嘛拄着人要互死即款的困境。总是今仔日咱嘛会尝试检测拄着，但是无亲像保罗遐尼严重。咱受困着中间，你是毋是还佫相信，这位上帝是互死人搁互无变做有，互你伫当欠亏时供应你教业搁有剩的上帝？你若用信心相信，即个今仔日的洗礼才有意义。第二，就是因为你诚做受拯救的，你嘛会通诚做祝福人的管道，成为一个施恩赐福。见证上帝复活大能的见证者，你会通见证耶稣基督伫你生命中间，因为伊是国外主，所以伊会通互咱有永远的活命。所以今仔日咱世间人咧度无的就是安尼嘛，为着我100岁年老了，啥物人要甲我拜？其实今仔日拄着一个困境，就是安尼，我以后要安怎？耶稣来已经甲咱解决即个问题，所以互咱毋免搁再烦恼求主来帮助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你赏赐一条通天的管道，阮随时才着祈祷恳求感谢来到主的面前。你就要赏赐阮出人意外的平安，互阮会通常常无论是啥物款的境遇的内底，阮拢会通甲这位主耶稣有好的连结。领受伊的保护、
平安、医治、供应甲引传。愿主所愿，互阮会通继续伫你救恩的道路甲祝福的道路伫遮来跑走，祝福今仔日要设立遮的兄弟姊妹坚固因的信心，圣神来帮赞，互因时时会通伫遮牵调主，直到主过来。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这时阵，咱要来举行洗礼，咱来坐礼吟圣诗354首，第一节、第二节，礼吟谢时，请5位要洗礼的遮的兄弟徛伫头前。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耶稣基督所教训的话。伊对死人中过活了后，还未上天的大星，伊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让他们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就教是因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会甲恁三甲彼得，直到世间的落尾。在五旬节，彼得有传福音，彼得伫五旬节传福音，对众人来讲，恁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受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受圣灵的充满。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既然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所以主有应许，就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我也安尼对恁讲，恁着深信，你要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这个圣礼典，就要正做恁的罪得到洗清去，来甲主结连的一个记号甲印证，搁要表明对圣神来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耶稣基督，有圣灵来与你们同在，能够感动你们知道。这个重生是与耶稣基督来做连结。当即马恁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恁注意来听注意来听，来大声来应答。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有没有？有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且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功劳，并且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有啊无？
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愿意要安尼行无？有啊无？咱对黄慧宇跪在。王会玉，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主要透过你来影响做你所照顾囡仔的家庭。因为你得到恩典，你也要正做赐福管道，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灵心，我用水为你施洗，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成为这世代年轻人的榜样。主要赐福你所做的亨通顺利，靠耶稣的名，阿门。林佩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你的心性要甲主常常相通，不断的领受属天的意象、感动，也互你成做你全家甲你所接触人施恩所的管道，靠耶稣的名，阿门。黄庭辉，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主圣神要帮助你心意更新变化，互你会通知影上帝顺良顺全、通欢喜的旨意，靠耶稣的名，阿门。教会，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伫基督内底，你要诚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拢要过，一切拢要变诚做新的。主上帝要互你有一个全新的生活，甲毋茫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互恁家己一真正圣。佮愿恁的神、恁的魂、甲恁的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愿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去教会头，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教会以及嘉南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同心祈祷，同心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遐尼大。
互阮众人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会当正义教理上帝神圣的国度，成做上帝家内的子民。但愿上帝你来祝福这5位坚固因的信心，跑走束缚的道路，直到主你过来，互因无偏左无偏右，让他们不偏左不偏右，互因会通伫人生的道路中间，知影有主你永远甲因同在。祈祷感谢靠耶稣圣名，阿门。请你们向前，然后向后转，向后转啊！来，咱请小员来接纳。咱要请的少年同伴吼，对教会姐妹家吼，咱请的属灵同伴秀娥姐吼，来向前，向前，好吗？向前。好，有要搁送物件无？来，因为参加双大吼，所以双大校长嘛准备吼，口罩要，所以你若参加一寡教会牧人小组，也是咱的双大吼，偌好的吼。好，来，你向站回来。好来，黄腾辉吼，也小人的小组长吼，黄满吼。脱口罩。佩轩哈，佩轩，可以站在比较中间一点的，中间，中间。来口罩，我唔知你什么人。好感谢主哦。金平去年才受洗了哦。来林欣子轩因为今天没有来，所以代替来慧玉加丽玲姐来，先来介绍，来，林欣过来，你过来妈妈这边。OK， 好，这个娃娃向左。来，咱有母女档慧玉加林欣妈妈加查某囝做伙来洗礼。来介绍伊的亲人其实伊是梁山遐的第二新妇啦有迄个
正贤吼，正贤伫倒？啊来正贤吼，啊搁有亲人啦吼，亲人阿伯啦吼，正中吼，阿嬷吼，阿嬷旁边伊伫后壁的轮椅啦吼，吼，啊搁有朋友有无？4位伫倒？会议的朋友啊？楼上3楼有吗？会议的朋友，好 ，OK， 好啊，来介绍佩萱吼，我拢叫伊娃娃啦吼，来，我们都是他的朋友了吼，金平吼，金平，好，黄腾辉吼是韩淑儿的先生吼，搁有因2个朋友来徛起来吼，徛起来。好，请坐请坐佳慧介绍小组，还有康智慧来对对，咱伊小组的小组都起来我说叫你们起来而已，没有站出来。好，请回座各爸爸甲因祝福。好，请回座。好啦，会使转去坐啦。再来，咱来吟圣诗354首，第3节、第4节，所以请健身的一族来到头前。你着帮咱是靠摇我的名，是创造天地。记住，你徛伫上帝甲正的面前，伫细汉已经受洗礼，今仔日要行坚信礼来告别信仰，通受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主所听的水主，你细汉的时已经受洗礼，既然伫主耶稣基督内做教会的会友，属伫伊，上帝已经予你长大成人。当你要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承认你的父母替你所告别的信仰，来归属伊，献家己予伊。也定心誓约，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以既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伫我天里的爸的面前认伊。所以我劝勉你，着告别你的信仰，伫上帝甲正人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大家听有啦吼。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一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你细汉已经受洗，即时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
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南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做伙祈祷。全能的主上帝，你透过家庭引带细囝来归向你，以至伊也伫过去因为父母的影响。 接受洗礼，当伊长大成人，家己感受到爱把握当下，把握即个原也有开始的机会，而且来接纳主你的永远救恩。但愿主你来坚固伊，互伊出去伊所面对的道路，拢有主你的陪伴、你的引带，拢有通顺遂。祈祷感谢靠耶稣的圣名，阿门。 咱来请咱的小会员来接纳向后转。我来介绍狱卒，伊是正向执事甲秀梅姐的宝贵查某囝来，迄个爸母拢有咧服侍我知啦，还佫有姐姐我知啦爱的属灵同伴所以免紧张，来，咱遮属灵同伴伊的姐姐新敏。 恁拢比我较着急啊！拄仔遮伙已经有介绍过啊，你搁写讲我无介绍。好，可以回座了搁拍包我甲伊祝福咱来吟圣诗356首，第1节、第4节，咱来准备领受圣餐，甲主同坐道。主的名，欢迎囡仔有领受成人洗礼、坚信礼、信仰告别的兄弟，你诚做陪参的会友，会当做伙来领受。如果咱中间也是有邀请，未信耶稣、未洗礼，请你暂时莫接受。请
亲爱兄弟姊妹，请咱做来听主耶稣对囝仔群伊个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囝仔着磨担重担会当来到我遮，我就互恁得到安息。主耶稣讲，咬喙焦、心无记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三甲同在。所听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遍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逐遍食的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若安尼遵守，就表明主的死，直到主耶稣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来祝谢，咱也做伙来祈祷来感谢。主耶稣，你替阮来牺牲伫十字架顶，付上代价，诚做上帝为着世间人避难的羊羔，互阮会通除去阮生命中的亏欠甲罪过，帮助阮每一遍来领受的时，分别这杯甲饼，好亲像你所为着阮付上的身躯甲所流的宝血来清气阮。互阮伫耶稣基督内面，诚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拢要过去，会当面对全新的新的生活。愿主赐予阮甲阮三同在，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逐遍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逐遍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小会员伫遮来服侍。主耶稣讲，即个饼是代表我的身躯，是为着恁来拍破牺牲的。所讲，即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逐遍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当你拿到这个饼跟杯，刚才受洗的你们都可以拿了吼。拄啊，说的这兄弟，你会通开始领受上帝为着你避难。即个杯甲饼，即个救恩的象征。主要所讲，即个饼代表我的身躯，代表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为着恁钉伫十字架顶，代替这个羊仔，这个情丝。主要所讲，即个杯是新的约。这杯是新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在我的血所设立的。恁每一遍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你若摕到这个饼甲杯，你领受这饼跟杯，你可以自己祷告。
拍破。恁特别这个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我的胃所设立的。恁特别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恁拍破。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在咱中间是陪餐会员，还未摕这个饼甲杯啊无？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陪餐的会员还没有拿到饼跟杯？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的。这个杯是新的约，是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为着咱牺牲流出。咱特别啉的时，用感恩的心做伙来感谢，一起来领受。恁特别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主的膏我，直到主耶稣基督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福气，甲咱三甲同在。咱搁一遍来感谢、来祈祷，同心来祷告。感谢主，因为你有为着阮来牺牲付出，所以互阮会通成做有永远梦的人。当阮透过主的圣餐，甲主同坐道来孝念。也感谢主，你引带有这5位的兄弟姊妹领受你的救恩，一位的坚信，求你赐福阮，互阮在场的每一个，主你拢无弃杀，互因有机会会通得到永远福气。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要来奉献是基督徒教会的要求，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慈悲疼痛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呵汝你，因为你的恩典甲慈爱，互阮会当过来到你的圣殿敬拜呵汝你。感谢主，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去赦免阮一切的罪过。求主，互阮有谦卑顺服的心，愿意跟对耶稣基督，为主做光做盐。伫遮，我们献上阮的时间，在人甲金钱，为主圣工所用，求主干纳。阮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你是请由牧师来祷告。好，大先咱来欢迎头一面伫咱中间做来敬拜的兄弟吼。来，陶怡安姐妹伫咱中间吼，咱家欢迎，大家来祝福。边上面是我吼。第二位是何世松、何世雄、甲周瑞珍因夫妇伫咱中间第三位是老文大兄弟伫咱中间，咱家欢迎。第四位是吴先生吴东进先生伫楼顶吼，来听起来咱家欢迎者。真济真欢喜看到你吼。过来是杨文健，伫咱中间。黄竹月姐妹是无？黄竹月姐妹伫倒位？OK 好。其他来，搁有吼，咱建尧个先走了吗？先离开啊吼，搁有2位有新增的接受啦吼。好，那咱来，搁有无介绍着无？咱来看周报消息。今仔咱有举行今年度上尾一次第6次的圣礼典。成人洗礼甲更新礼，咱已经有举行，完成的来溯因，恭因诚做教会的一员。咱伫11月14到15要举行核心同工的退休会，请2020甲2021的中职同工，搁有咱遮的队长、小组长、属灵家长请你嘛来。儿童牧区甲青年牧区的组长、属灵家长请恁做伙来参加。伫11月14，咱伫8点，时间8点50到礼拜的下昼1点请咱准时来报道咱伫11月14。嘛会暗时举行培灵会庆祝咱55周年的培灵会。伫2楼伫遮来举办，所以拜六的礼拜有缘会通做伙伫遮来参加这个培灵会，请屏东和平长老教会主任牧师葛兆新牧师甲咱三个来分享，教咱五新世界，帮助咱有一个新的这个视野来看见讲未来咱要伫这个世代分享福音。咱伫11月7、8一直到11月15，咱全人性命教育协会的志工队成果展，请欢迎参观，已经伫1楼有遮个准备。其他的请咱家己来看。咱总务部后为着咱最近网虫啦、家走较济就是家蛇较济维护教会健康。咱的会友健康，咱伫11月7、1今日下昼4点以后咱会伫做一个消毒做一个消毒。咱若使用其他的流产的，咱若有伫食物件，毋茫咱尽量莫甲物件揢入去会当照分类安尼来分类安尼维护咱做伙来维护教会的清洁。请11月11月受洗请咱徛起来好无？11月你若是11月受洗来徛起来，咱来唱生日快乐歌来。
阿婆来叫来，咱做来祈祷，感谢主，换名对你来，你要享受的换名是丰丰富富的换名，毋是家己感受丰富那定，互阮的生命会通影响搁较侪人，会通互你的福气对阮来成做管道来流露来分享。愿主赐福，互阮所做会通行通顺利。祈祷感谢，靠耶稣圣名，阿门。谢谢。念伊礼拜三，请拄仔有洗礼、成人洗礼、甲更新礼，以及咱的弟兄姐牧者团队夫妇，咱做伙伫头前来翕相，请咱把握这个时间，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两遍来。因为主徛伫保罗的身边，讲壮你的心，你捌伫耶路撒冷为着我做见证。也的确安尼做见证伫罗马，使徒行传23章11节，因为主徛伫保罗的身边，壮你的心，你捌伫耶路撒冷为着我做见证，也的确安尼做见证伫罗马，使徒行传23章11节。大家来念。祝福圣诗，圣诗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伊必须来请牧师来祝祷，先来起立来念全首。领受上帝祝福，但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死搁活的大权能充满恁，也天父上帝永无改变的慈爱，亲像盾牌四面来固守恁出入平安。愿主圣神感动恁的心，认捌真理，真理叫恁得到自由，常常甲主有心神相通。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请咱默祷。
咱的礼拜到这，愿上帝祝咱恩典福气满满。啊，请咱的洗礼啊，摕恁的花来到头前，拿着花哦，来前面。啊，咱的小会员、牧者团队夫妇，请咱来到头前。